就喺國內打擊緬北電騙犯罪專項工作進行得如火如荼嘅時候，一條多位明星俾白應倉祝壽嘅片引發咗網絡熱議。白應倉係緬北四大家族之白家家主白所成嘅兒仔，亦都係白家旗下著名電騙園區倉成科技園嘅創始人。呢段祝壽片入邊出現咗多位明星，其中級數最大嘅當屬曾志偉，祝白應倉生日快樂，鵬程萬里。出道至今，曾志偉身上嘅爭議似乎從來就冇斷過。除咗之前我哋講過嘅欺負藍潔瑛疑雲之外，仲有2001年嘅遇襲案、迷幻飯局、蔣國王號事件、電影《安樂戰場》假戲真做風波等等。但係神奇嘅係，不管身上齊住幾多負面新聞，曾志偉嘅演藝事業似乎從來都冇受到過影響。譚詠麟曾經形容曾志偉係娛樂圈嘅不倒翁，打唔死嘅小巨人。曾志偉喺圈中好友眾多，甚至有着老爺嘅稱號。嗰幾年，曾志偉身上究竟發生過幾多抓馬事件？佢背後又有住點樣強大嘅後台，可以令佢每次都全身而退呢？今日我哋就嚟深扒一下曾志偉身上嘅紅與黑。故事開始之前，先有個通知，本週末10月13號悉尼時間下晝5點，我哋會舉行200萬訂閱嘅紀念直播手 show， 到時會回答大家嘅一啲提問，亦會介紹我哋嘅紀念周邊。得閒嘅朋友仔可以嚟坐下㗎。喺詳細傾曾志偉身上嘅爭議事件同佢後台之前，我哋仲係要先睇懂佢係點樣喺娛樂圈站穩陣腳嘅。1953年4月14號，曾志偉出生喺香港一個家境相當殷實嘅家庭。父親曾啟榮喺警隊入邊位高權重，係當時香港警署編制中級別最高嘅探長，同時亦係香港警署足球隊嘅教練。深受父親嘅影響，曾志偉從小就非常中意踢波。從聖方濟書院中五畢業之後，曾志偉就唔讀書啦，跑去做職業足球員，仲曾經入選香港青年代表隊參加各類比賽。但或者係因為身高得1米59，曾志偉喺球隊入邊嘅表現並唔算亮眼。反而係喺踢波嗰陣，佢偶然識咗喺武行做嘢嘅洪金寶。洪金寶嗰陣係龍虎武師，亦係粵劇同電影行業中負責武打動作嘅特技演員。曾志偉對呢份工非常感興趣，就係咁，佢開始跟住洪金寶喺片場入邊放蕩，從此入咗演藝圈。1972年，19歲嘅曾志偉喺邵氏電影《14女英豪》中出演番將，2年後又被著名導演劉家良睇中，去台灣拍咗2年戲。1976年，曾志偉再次返到香港發展，跟隨洪金寶同成龍，先後喺邵氏、嘉禾、羅維影業等電影公司做嘢。不過嗰一年，曾志偉嘅家庭亦發生咗重大變故。至於呢個變故係咩，我哋先賣個關子，撳下不表，稍後再講。70年代尾，舊派武俠片開始式微。曾志偉覺得做龍虎武師跑龍套總歸爭唔到大錢，就喺朋友嘅建議下開始嘗試電影幕後工作。曾志偉曾經參與幕後製作嘅第一部作品叫做《李三腳威震地獄門》。喺呢部荒誕片入邊，佢首次嘗試咗做副導，同時作為演員出演。1978年，曾志偉又參與編寫嘅第一個電影劇本，係洪金寶監製嘅《老虎田雞》。到咗1979年，曾志偉再次升級，成咗電影《踢館》嘅導演。喺呢個過程入邊，曾志偉積累咗大量人脈，終於喺1980年量變，引起咗質變。嗰年佢加入咗新藝城影業，同麥嘉、石天、黃百鳴、徐克、施南生、泰迪羅賓成立咗7人小組，大家各取所長，集思廣益咁拍戲。80年代嘅香港影壇，新藝城實屬係一個好犀利嘅存在。短短3年時間，佢就成咗香港票房增長最猛嘅公司，直逼2大江湖巨頭邵氏與嘉禾嘅地位。廣受歡迎嘅《開心鬼》與最佳拍檔系列電影就係新藝城嘅作品。曾志偉中意玩，而且見多識廣，為公司嘅喜劇片增色唔少。1981年呢，佢主演咗喜劇電影《追女仔》。1982年呢，執導咗大破香港賣座紀錄嘅最佳拍檔。1987年呢，佢又突破自己，主演黑幫電影《最後勝利》，被影評人讚譽為唔單止飾演喜劇。1991年嘅《雙城故事》，1996年嘅《甜蜜蜜》，更加係令佢攞下香港電影金像獎嘅最佳男主角同最佳男配角嘅殊榮。可以話曾志偉嘅演藝之路係相當順暢，除咗演戲之外，被公認為開心果嘅曾志偉亦做起咗主持。1990年，
佢同林敏虛主持搞笑節目《開心主流派》，其中嘅開心字典板塊到依家都被唔少人奉為經典。1992年喺譚詠麟、梅艷芳等人嘅支持下，曾志偉加入咗無線電視，成為咗金牌司儀，常年為香港小姐競選、10大勁歌金曲頒獎典禮、香港電影金像獎等大型節目擔任司儀。呢個仲未完，咪睇曾志偉外表睇落慳太幽默，但實際上頭腦相當精明。1991年新藝城影業由於利益分配唔均等問題而解體，但早喺新藝城解體之前，曾志偉就先後創辦咗自己嘅好朋友兒童城、UFO 電影人等電影公司，出品咗《風塵三俠》、金枝玉葉、天涯海角等知名作品，更加係令默默無聞嘅陳可辛導演一舉成名。2000年嗰陣，曾志偉與好友譚詠麟以及陳百祥合組東方魅力公司，拉攏更多圈內藝人合作。2017年，佢同效力25年嘅老東家無線電視合約結束，4年後再度應邀回歸，職位好似坐火箭咁飛升，直接擔任副總經理。咁短短8個月之後咧，佢又再度升職成為咗總經理，全面負責無線電視嘅主要內容運營。從跑龍套嘅龍虎武師一路做到無線電視台嘅總經理，曾志偉嘅成長速度同幅度喺娛樂圈中係相當罕見嘅。不過同曾志偉一齊出名嘅，仲有佢身上數唔清嘅爭議事件。2001年發生嘅曾志偉遇襲案，喺當時係震動咗成個華語娛樂圈。嗰一年7月6號，曾志偉喺香港九龍半島中部界限街嘅 Island Green Club 酒吧入邊飲酒消遣。凌晨2點，曾志偉飲得盡興，準備走嗰陣，突然遭遇咗3位大漢嘅伏擊，頭面受傷嚴重，總共縫咗29針。針對遇襲嘅原因，當時媒體總共有3種猜測：一係曾志偉因醉酒與人發生爭執；二係桃色糾紛；三係曾志偉早前禍從口出得罪咗人。對於前2種講法，曾志偉透過好友係強烈否認。有人話曾志偉係飲大咗，喺酒吧裏亂摸女人，惹到黑道人物。但曾志偉嘅好朋友陳家碧表示 ，Island Green Club 係正經場所，而且係私人會所，嚟嘅都係熟人。朋友們喺呢度睇高球節目或者足球轉播，呢度唔係飲酒搞事嘅地方。有人亂估真係天方夜譚咯。咁當時掌門人即係曾志偉正在傾偈，突然俾人從後面撲倒，佢都唔知發生咗咩事。其實口臭只係佢嘅形象，佢真係好人，經常做善事。事後曾志偉嘅好友譚詠麟亦透露話，曾志偉喺被襲前曾被人跟蹤，當時以為係狗仔隊，不以為意。依家諗翻，好有可能係黑社會所為。譚詠麟仲以個人名義懸賞100萬，希望能夠早日捉到真兇。曾志偉嘅好友陳百祥亦發聲強烈譴責兇手。8月11號，警方最後將目標鎖定係新義安所為。新義安係香港著名嘅國際性黑社會組織，亦係香港經濟實力最強、組織最為嚴密嘅三合會組織。但佢哋與曾志偉明面上並冇咩仇恨，所以唔少人猜測，實際買兇嘅肯定另有他人。當天英皇娛樂集團旗下嘅知名歌星容祖兒被請到咗西九龍重案組接受調查，令人不禁懷疑呢件事同東方魅力集團同英皇集團嘅積怨有關。圈內人都清楚，曾志偉、陳百祥、譚詠麟等人領軍嘅東方魅力集團集結咗香港眾多藝人，同時亦都發展餐飲網站等娛樂休閒事業，與英皇娛樂係有競爭關係㗎。傳說東方魅力集團有一段時間資金緊張，試圖拉英皇集團入股，英皇集團就藉此提出咗非常苛刻嘅條件，兩邊最終冇談成不說，仲結下咗梁子。之後東方魅力拍戲，想借用一下英皇嘅謝霆鋒，曾志偉就託好友成龍去向英皇嘅楊受成借。楊受成一睇係成龍開口啦，呢個面子係必須俾嘅。不過提出咗一個條件，就係拍戲嘅時候必須要將英皇嘅容祖兒都塞入去。但係東方魅力呢邊就唔制啦，因為佢哋已經有自己想要捧嘅女星，唔可能再將容祖兒塞入去。就係咁，英皇同東方魅力之間嘅梁子更深啦。2000年嗰陣，梅艷芳舉辦生日會，眾多名人都去捧場，楊受成同曾志偉自然唔能夠缺席。但係飲高咗之後，曾志偉口沒遮攔，對住楊受成就爆粗，講到話你就犀利啦，你開嗰間乒貓貓都變成富豪妓院啦，甚至仲用污糟話問候咗楊受成嘅母親。
Pink 貓貓係英皇旗下嘅跑馬地英皇駿景酒店內嘅一間酒吧，再加上早年女星鄭希怡喺表演時唔小心走光，曾志偉曾經調侃話係楊受成派佢嚟貢獻大尺度表演嘅。曾志偉仲曾公開嘲笑英皇歌手容祖兒嘅長相，戲稱佢係支牙香腸嘴。新仇舊恨之下，曾志偉呢餐打似乎係點都避唔過噶啦。當然啦，呢啲都僅僅只係媒體嘅猜測嘅啫。警方只係認定毆打曾志偉嘅人嚟自黑社會新義安。至於毆打曾志偉嘅原因，個可能就只有當事人心知肚明啊。但係呢件事過後，曾志偉呢個名就同口不擇言呢個詞形成咗某種微妙嘅綁定。畢竟佢因為講錯嘢結仇已經唔係第一次啦。1992年喺歡樂滿東華節目中，曾志偉就曾公開話汪明荃同羅家英係奸夫淫婦狗男女。喺1997年嘅某檔晚會中，佢又公開講笑話郭富城唔好老想住溝女。2012年，曾志偉再次陷入風波，今次就換成佢打人哋啦。2012年10月，香港女藝人陳奕迅嘅老婆徐濠縷等人喺一家餐廳為朋友慶祝生日，埋單嗰陣投訴餐廳濫收費。呢家餐廳嘅老闆係港姐徐淑敏嘅老公黃浩，結果1個幾月後嘅11月22號，黃浩自爆有人攞住一條明星涉嫌吸唔好嘢嘅短片向佢勒索20萬。佢聲稱呢短片嘅內容佢已經睇過啦，包括4女1男5位明星，事發地點就係佢餐廳嘅 VIP 包間。影片泄露嘅途徑呢，應該係餐廳嘅前員工用手機拍低咗餐廳閉路電視嘅錄像。不過打電話嚟勒索黃浩嘅人並非前員工，黃浩稱佢並唔知道對方嘅來頭，但如果再次接到電話，佢必定會報警。當被問到係咪真係有藝人喺其餐廳內吸唔好嘅嘢時，黃浩直言不諱咁講道：我覺得係嘅。隨後警方主動聯絡咗黃浩，香港媒體馬不停蹄咁對事件作出一系列報道，一時間迷幻飯局嘅字眼轟動全城。媒體猜測嘅對象包括徐浩秋、何超儀、葉佩文以及組合 LMF 成員等20幾位藝人，頓時娛樂圈內人人自危。11月24號，黃浩話有人曾經嘗試同佢聯絡，希望擺平呢件事。黃浩稱自己都係生意人，唔想多生事端，一定唔會自行公開短片嘅，除非警方要求佢咁做。時間嚟到咗10日後嘅12月5號，黃浩夫婦被邀請到咗金鐘萬豪酒店參加前港姐鄭嘉文嘅婚宴，曾志偉當時亦喺現場。曾志偉喺圈內係出咗名嘅酒騷機，每次出席朋友嘅生日派對同婚禮，必定都會飲到酩酊大醉，需要好友僆扶佢離開現場，呢一次都唔例外。當晚黃浩報警聲稱喺婚宴上面遭到咗曾志偉嘅掌摑，並喺老婆嘅陪同下到醫院驗傷，警方立即以毆打傷人案處理。關於曾志偉掌摑黃浩嘅原因有兩種講法。一係曾志偉不屑黃浩處理短片事件嘅做法。曾志偉算得上係香港演藝圈嘅老大哥，好多藝人都話黃浩中意搬弄是非，曾志偉覺得自己有義務出面擺平呢件事。二係曾志偉事前聽講短片嘅內容存疑，呢個可能就係黃浩嘅一次自我炒作。見到黃浩之後，曾志偉賭氣谷住就喐咗手。當晚曾志偉喺苗僑偉等好友嘅陪同下嚟到警署否認打人，苗僑偉亦聲稱冇睇到有人打人。但外界有傳聞話，當晚有人目擊黃浩被4名男子拉入咗麻雀房，黃浩嘅老婆徐淑敏亦被威脅話唔可以報警。12月7號，徐濠縷同丈夫陳奕迅召開記者會，澄清自己絕對冇吸唔好嘅嘢，仲話願意公開飯局嘅相片為證。同日，黃浩突然轉咗口風，聲稱從來冇睇過短片以及被人勒索。隨後事件開始出現咗反轉嘅趨勢，藝人們紛紛現身，集體攻擊黃浩。12月12號，徐浩瀟同何超儀等藝人連同代表律師召開記者會，表示自己已經向黃浩發律師信，限黃浩喺48小時內收回其發佈嘅錯誤信息。12月13號，曾志偉喺接受採訪嘅時候表示，藝人嘅形象係好重要嘅，會影響代言嘅產品，食錯嘢可以撕翻出嚟，講嘢就唔可以亂講。不過12月19號，曾志偉仲係因涉嫌普通襲擊及刑事恐嚇案遭到咗警方嘅拘捕，後來獲得咗保釋。有媒體猜測，黃浩嘅後台其實都係好犀利嘅，除咗同唔少江湖猛人都有交集之外，身邊仲有高級警員隨行。同日，黃浩嘅餐廳發表聲明話，藝人攻擊餐廳亂收費用，純屬誹謗。但係值得一提嘅一點係，黃浩此前提及嘅短片從來都冇流出過，亦冇任何藝人因為呢件事而接受調查。
咁所以迷幻飯局事件呢，就咁成咗一單羅生門啦。但係發生喺曾志偉身上嘅爭議事件，卻冇停落嚟嘅跡象。2013年12月，香港女星藍潔瑛自爆曾經遭到兩位影壇大哥嘅欺負。喺第一波被公布嘅錄像影片中，具體嘅人名已經被消音。5年後，大陸八卦記者卓偉曝光咗未消音嘅錄像版本，裏面清楚提及兩位大哥中嘅一位係已故嘅鄧光榮，另一位則係仍然活躍於娛樂圈嘅男性曾志偉。2018年1月11號，認證身份為金牌模女教母嘅韓詠華亦發文爆料稱，曾志偉唔止一次蝦女藝人，並稱其變相扯皮條。卓偉嘅未消音版本視頻喺娛樂圈引發地震之後，文匯報等傳媒又再次放出猛料。記者們發現，早喺1990年，曾志偉執導電影《安樂戰場》嗰陣，就將劇情假戲真做，蝦咗女配角余倩文。拍戲之前，曾志偉曾話俾余倩文知，為咗令畫面表現得更加逼真，需要盡可能真實演出，佢會點到即止。余倩文一開始係非常猶豫嘅，但由於卡士太細，定係勉強同意咗。結果到咗拍攝嗰日，曾志偉作為導演，佢直接清場，讓所有無關人員都離開。拍攝途中，余倩文不斷咁掙扎喊叫。事後，余倩文直接退出咗電影圈。同劇組嘅女美術指導亦係相當憤怒，佢痛罵曾志偉毫無人性。而最後，曾志偉又以畫面呈現效果不佳為由，並冇使用呢個片段。2019年喺李婉華嘅訪談節目中，曾志偉承認咗呢一段戲有假戲真做，但係辯稱係余倩文要求嘅。其實一直以嚟，曾志偉嘅桃色新聞都冇斷過。1972年，佢同黃美華結婚期間誕下咗長女曾寶儀以及次女曾詠儀。黃美華嘅原生家庭相當貧窮，佢12歲就出嚟唱歌，14歲簽咗歌舞團，18歲嫁俾咗曾志偉。婚後就唔再從事歌手職業啦，專心喺屋企相夫教子。但嗰陣曾志偉初入娛樂圈，仲屬於地位非常低嘅龍虎武師，即使係結婚當晚，佢都要開工。結婚3年，除咗逢年過節、爺爺拎拎生日之外，曾志偉只會偶爾返屋企換換衫。黃美華見佢嘅次數，一隻手都數得過嚟。即便如此，黃美華都忍咗，但曾志偉仍舊係時不時會同各路女明星傳出各種各樣嘅緋聞，甚至仲有女明星直接打電話向黃美華示威。1975年，黃美華選擇咗離婚。1978年，曾志偉再婚，又娶咗圈外人朱錫珍，二人育有曾國祥、曾國藩兩子，但係關係更講唔上係親密。朱錫珍早早就帶住2個仔移居加拿大啦，夫妻分居長達20幾年。2020年初，朱錫珍因為生病，先從加拿大返到香港就醫。同年8月喺香港養和醫院因癌症病逝。2022年9月30號，曾志偉現身馬來西亞模特兒黎曲哩嘅慶生趴隊。喺唱完生日歌之後，佢主動行到黎曲哩身邊，俯身嘴對嘴親吻咗對方。呢個過於親密嘅舉動，好快就遭到咗網友們嘅群嘲。網友們都話曾志偉就係個色魔，但係曾志偉卻非常大方咁回應稱，生日獻吻係禮貌嘅舉動 ，birthday kiss 嗰係再正常不過嘅事嚟噶啦。2023年發生喺曾志偉身上嘅另一單爭議事件，就係開頭提到嘅白應倉祝壽視頻啦。喺片入面，曾志偉直呼白應倉大名，話我祝白應倉生日快樂，鵬程萬里。觀者無不對曾志偉同緬北勢力嘅關係產生咗遐想。曾志偉呢邊則即刻澄清，表示自己係應一位內地朋友嘅邀請拍嘅祝壽片，佢自己根本就唔識白應倉，以後如果係唔熟悉嘅朋友提出嚟拍片嘅請求，佢會一概拒絕。2024年6月，曾志偉出席抖音網紅小楊哥嘅新店開業典禮，小楊哥旗下嘅直播網紅喬妹亦喺現場。事後，喬妹將同曾志偉嘅合照片段發到咗網上，網友們立刻開始吐槽話，曾志偉竟然公開望向女網紅個胸，實在係下流。不過，亦都有網友表示，曾志偉確實望向咗女網紅個胸，但係唔夠1秒，眼神就移開咗，重新望返鏡頭，而且從身高上嚟睇，佢亦確實剛剛到女網紅嘅膊頭，唔係故意要揩油嘅。今年中秋期間，曾志偉做客小楊哥直播間，共同帶貨一款名為香港美誠嘅月餅。小楊哥稱美誠喺香港係一個好大嘅牌子，一盒月餅喺鋪頭賣200幾，咁樣令人不由得諗起咗香港知名品牌美心月餅。而喺小楊哥嘅直播間，美誠月餅又有住美心月餅無法達到嘅低價，好快就成為咗今年中秋月餅中嘅熱門產品。但隨後有買咗月餅嘅消費者發現，美誠月餅嘅包裝上寫住產地係喺廣東。
根本就唔係香港月餅。網友們紛紛質疑小楊哥係做虛假宣傳，曾志偉亦被捲入咗輿論漩渦。我哋嚟睇一段當時喺直播間入邊，曾志偉聽到美城月餅嚟自香港時嘅驚訝表情，只能話影帝不得不感慨，論演技，高手還得係喺電商直播間入邊啊！美城係好大嘅牌子，香港美城喺店裏邊賣呢樣嘢賣200幾蚊，189我哋都能賣咗，斬完價今日俾兄弟們做。後來美城月餅嘅運營方對媒體表示，佢哋從來都冇講過月餅係喺香港生產嘅，並不涉及虛假宣傳。美城月餅嘅商標註冊地同品牌註冊地都喺香港，品牌係歸屬於香港美城集團公司嘅，只係運營註冊地同產地喺廣東。知名打假人黃海發微博表示，就算小楊哥冇去過香港，曾志偉唔可能唔知道香港冇美城月餅鋪。值得一提嘅係，今年8月，大小楊哥嘅3隻羊公司喺香港開分公司，曾志偉攜眾多港星參加咗開業儀式。小楊哥仲喺此前稱曾志偉係3隻羊香港分公司嘅老闆。9月3號喺輿論壓力之下，曾志偉連夜修改咗抖音號嘅主頁，去掉咗所有和3隻羊有關嘅訊息。但係9月4號下晝呢，曾志偉又喺社交平台晒出咗與大楊哥、小楊哥嘅合照，並配文話：我哋好好嘅。其實我哋都清楚娛樂圈嘅事就係真真假假、是非難辨嘅。但如果一個人嘅身上有咁多負面新聞，就算係假嘅，亦難免會對佢嘅事業產生影響。可咁多年以嚟，曾志偉喺圈內一哥嘅身份，似乎從來都冇被動搖過。呢個就令人不禁懷疑，佢背後係咪有咩特別強大嘅靠山呢？前面我哋提到1976年前後，曾志偉屋企發生咗非常重大嘅變故，呢件事其實係與佢父親有關嘅。曾志偉嘅父親曾啟榮早喺1940年就加入咗香港警隊，70年代晉升到咗軍裝警署署長嘅位置，綽號曾 Major， 喺當年嘅華人警務人員裏面已經算係相當高嘅級別啦。有幾高呢？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嗰個年代，香港警界有4大探長，分別係呂樂、顏雄、藍剛同韓森。其中呂樂名列4大探長之首，黑白兩道通吃，權傾一時。而曾啟榮又係呂樂嘅頭馬，其地位可想而知。電影《追龍》就係以60、70年代香港警界嘅真實故事為原型而製作嘅。劉德華飾演嘅華人探長呂樂，其原型就係總華探長呂樂。呂樂一手整合咗香港黑社會、警界與黑幫，組成咗龐大嘅貪污帝國，實現咗黑白共存、黑白共贏。佢將香港95%以上嘅警察都拖入咗貪污組織，貪污之風甚至蔓延到咗全港各個行業，為呂樂攫取咗大量財富，令佢有咗5億探長之稱。而呂樂嘅頭馬曾啟榮嘅地位就類似於電影《追龍》呂鄭則仕飾演嘅嗰個角色。江湖上流傳住咁樣一個故事，話有一次李小龍約咗幾個人傾嘢，地點係喺香港沙田嘅某酒店。當時李小龍仲係個無名之輩，佢停咗車之後，社團細佬就過嚟收保護費，李小龍唔俾，嗰幾個古惑仔居然當住李小龍嘅面揭胎放氣，把李小龍俾激死咗。佢3兩下手腳就將古惑仔俾撂倒咗。古惑仔氣不打一處嚟，臨走嘅時候撂低一句說話：今日你冇命走出沙田。李小龍當時驚唔驚？我哋唔知，但係同李小龍約見面嘅人係驚死咗。此人打電話俾師傅求救，而呢位師傅同曾啟榮關係好好。師傅回話講道：知啦，你哋該做咩就做咩啦。幾分鐘後嚟咗好幾架警車，落嚟一組警察俾李小龍佢哋睇車。古惑仔自然唔敢嚟搵事，呢個亦反映咗曾啟榮喺當時有幾吃得開。多年後，呂樂曾經向台灣媒體親口表示：我根本就用唔着拉人，當時如果有案要破嘅話，就開口搵黑幫老大攞人。嗰陣時嘅黑幫老大咧，啱啱好正係向華強、向華勝兄弟出身嘅向家，都知道向家嘅背景十分強大，但先有人知嘅係，呂樂同向家其實係世交，呂樂係警界老大，而向華強嘅父親向前則係軍界一霸，向前嘅長子向華賢嘅岳父係呂樂嘅叔父，所以算起嚟，呂樂跟向家還是有啲親戚關係嘅。而常年跟住呂樂混嘅曾啟榮，亦收穫咗唔少錢財同好高嘅地位。曾志偉嘅第一任太太黃美華喺多年後接受採訪時表示，當時佢嫁俾曾志偉嗰陣，外界都話佢嫁入咗香港豪門，婚宴開咗100多席，當時香港各界名流紛紛過嚟祝賀，冇浪漫嘅求婚。
黃美華喺18歲呢一年嫁俾咗曾志偉，佢嫁入咗外界眼中嘅香港豪門。黃美華話結婚當日成串嘅金台掛滿咗佢兩條手臂，佢一路行一路跌，要不停咁彎腰去執嗰啲金飾。有冇人見過金台帶到呢個地方嚟？而且啊，你知道嗰一日啊，一路行一路跌，一路行一路執。然而1971年，香港警界隻手遮天嘅局面被打破咗。呢一年，英國外交官麥理浩出任咗第25任香港總督。麥理浩剛一上任就發現香港社會風氣嘅腐化已經嚴重到令人髮指嘅程度，可以話係從上到下都爛晒。於是火速喺1974年成立咗香港廉政公署，獨立調查各類腐敗案件。四大探長就此落馬，各自想辦法着草。呂樂等人被廉政公署調查，曾啟榮自然亦都逃唔過。1975年，曾啟榮被廉政公署以串謀貪污罪名逮捕。曾啟榮承認咗控罪，並願意將一批價值40萬蚊嘅珠寶交還俾政府。當時主審法官判佢入獄1年，緩刑1年，但律政司不滿，覺得判得太輕，上訴至高等法院。高等法院改判曾啟榮入獄3年，並沒收佢全部財產。就喺呢個時候，曾啟榮突然變賣咗佢喺香港嘅大部分物業，喺複審前就帶住財產潛逃到咗台灣，隨後一直被香港廉署通緝，直到2011年病逝。當年以曾啟榮名義登記嘅物業單位一共有5個，仲有3個車位，其中4套物業以及2個車位都喺香港政府發出凍結令前就脫手咗，政府幾乎一無所獲。而對於曾志偉嚟講，雖然父親曾啟榮帶住財產遠走台灣啦，但係佢嘅人脈卻留喺咗香港。曾啟榮後生時同譚詠麟嘅爸爸譚江柏既係廣州交通督察嘅同事，亦係足球隊嘅隊友，所以兩家嘅交情好深。曾志偉後來喺圈中亦跟譚詠麟成咗摯友。曾啟榮仲係香港特區政府商務以及經濟發展局前局長馬時亨嘅舅父，無線電台助理總經理曾麗珍嘅叔叔。只不過佢哋有冇提攜過曾志偉，我哋就不可考啦。或許係因為從小就耳濡目染父親嘅處事方式，曾志偉對 social 嗰係相當得心應手。除咗從事影視老本行外，曾志偉跨界投資過唔少生意，尤其是餐飲業，從大眾化嘅拉麵店、打邊爐店到高端嘅西餐廳，應有盡有。2018年，佢喺九龍城開咗一家餐廳，以老爺嘅愛好做招牌。此店開張時神神秘秘，開業後亦只招待行內朋友試菜為主。呢種低調嘅經營模式，應該係曾志偉用嚟招待明星等朋友聚會嘅私家飯堂。私下裏，曾志偉熱愛足球，係明星足球隊嘅活躍分子，中意賽馬，係唔少名馬嘅馬主，仲係高爾夫球發燒友。創辦咗香港華人業餘高爾夫球協會，並擔任主席。呢啲活動無一唔係結交社會各路名流嘅極佳渠道。而對於娛樂圈嘅唔少明星嚟講，曾志偉更係一個熱衷提攜晚輩嘅老大哥。圈中好多台前幕後嘅明星都曾受恩於曾志偉，好似著名嘅導演陳可辛喺遇到曾志偉之前，已經默默做咗5年嘅電影監製啦。係曾志偉嘅支持，先令佢得以轉型當導演，指導《雙城故事》，名聲大噪噶。同陳可辛境遇相同嘅，仲有王祖藍。佢喺2003年從香港演藝學院畢業後進入 TVB， 因為其貌不揚，冇受到重用，只能擔任兒童節目嘅撰稿，偶爾喺一啲 TVB 劇中擔任角色。直到2008年獲曾志偉賞識，兩人搭檔主持 TVB 王牌綜藝《獎門人》，先令王祖藍喺 TVB 迅速走紅。2015年喺做客金星秀嘅時候，王祖藍曾話冇曾志偉就冇依家嘅我。喺曾志偉60歲大壽嗰日，無線電視台破天荒砸下咗1162萬新台幣為佢辦生日派對，並錄成志在高興偉大派對節目喺佢生日當天播出。原因好簡單，多年以嚟，曾志偉拍賀歲電影，為無線賺咗唔少錢，而嗰場生日派對嘅等級堪比重大嘅頒獎典禮，由汪明荃、鄭裕玲主持，4大天王全都出席，700幾位演藝圈藝人紛紛到場，甚至連原定於當日舉行嘅香港金像獎頒獎典禮都為佢讓路。只係呢，背後有幾多係礙於人情世故，又有幾多係人格魅力，我哋就不得而知啦。好啦，多謝大家收睇，希望大家支持，點個讚，記得訂閱本頻道，下次有更精彩嘅內容，拜拜。